我想讲，这个协会以后要靠大家来做个吧，大家一定要互相了解、互相明白吼，将上帝的恩赐每一个人，然后大家彼此。所以咱开始，咱第一阶段是自我介绍啦吼。今仔这个呢，通来参加这个主的圣典、主的言辞，咱的这个台语，要发展做台语的这个协会。但是我当讲，我本身无受过，我虽然是基督徒，我是天主教这边的吼，但是我讲无受过这个圣经的这个训练过啊，所以若是有啥物较唔捌的，咱望大家以后多多指教，多谢大家。赵牧师吼，伊是拄啊出国回档来啦吼，我足感谢伊做研究了吼，我甲熟悉，互咱天主教的研究啦吼。伊即个做全世界基督徒协会吼的主席吼，伫万古万聚会时，阮有发表，伊做认同的就对啦。所以我通知大家讲来参加发起日的时，伊是第一，足感谢的。赵明陈医师吼，伊嘛长老啦吼，伊嘛袂当来啊。蔡文长老就是上人安养院的主任吼，伊嘛拢我伫上人淡江接触吼，足水做5年时间，较老时间吼，阮才开始。顾贤良老师是客语的嘛吼，伊是我的客语老师啦吼，我用客语7年先讲你告诉。迄个刘敏珍小姐是伊的学生吼，是中山医药大学，伊是台语系第一届毕业客语组第一名。来做这个，我台语7年来做了，做客语7年的是拢伊来斗下手。后将圣经，咱台客语的圣经是迄个线头的客语啦吼，我就只甲教这方法了，结果拢逐班做台湾的客语哦。咱这个专门台语圣经，台语做好了后，要做客语，客语做好了后要做原住民语啦吼。所以希望大家当讲好法来斗下手来出人吼。是台人兼最出事啦吼，我老弟是。新老病院服务政府来这后才做啦吼。我是东京私立大学毕业吼，转来台湾，我是马街服务，台东阮头1年的院长，有即阵爱做市中关怀基金会董事长吼，我迄当时做工程时间的时，拢甲伊斗下手起来吼。这样就是讲，因为足希望这台语圣经会变做点字啦吼。我两个叫苏罗安迄个网站，就是完全透过点字，目前是用迄个标字叶文化的啦吼。伊嘛但是足艰苦，因以前嘛是感觉讲，因以前无迄个台语圣经的点字的时阵吼，因用迄个八只笔的来啦吼。一届就甲讲，年长老啊，年长读台语哦，讲台语读圣经，阮日头讲八只笔，太好对啦。我用1年时间就甲伊配合，去甲迄个台语圣经规网络面顶拢创出来。这样面顶哦，圣经以外还佫有圣诗，圣诗佫有看查个台湾的点字啦吼。所以历史拢会当唱台语圣诗听起来吼。希望咱这专门咧做好了后，台湾无偌久，即摆拢电脑时代吼，跑一个就变点字啊吼。来，下一讲一下，叫我变哪个方面啊？这边卖句的啦，对，多谢大家真欢喜来当参加这个台语吼照道理像阮咧读，那阮以前我算读台中惠民学校，惠民学校，敢若阮第一个有迄个台语点字就读得足较准。你讲人咧讲咱就是去识个51首的圣诗。圣哉，拢读圣哉哦，就是啥物灾难的灾啊。咱奇怪，咱读安尼，所以这我是做过上面地位，因为我迄阵甲民众收民酒，我迄阵咧推动方面是要有着这个方面甲大家共款来亲近上帝，所以阮真努力去努力，才来上面教育，上面教育人嘛真有心嘛，就共斗支持，对经济方面啊，对这个社会讲要关心，较弱势，阮就讲社会叫做较弱势这种，
阮就直接推动，推动了才有王朋友联谊会，才有西罗啊，才有查金班，最后是基金会，叫做乡内市长关怀基金会。然后真欢迎恁来到青年教会，我真欢喜嘛，恁有人咱做伙参与这个圣经吼，要安怎互大家人搁较投入这个真重要的工作啦吼。我是按照真侪代志爱学习嘛，真欢喜会当和恁做伙来学习，做伙参与这个。我甲你做了10几年前，第一届见面就是伫高雄做什么办一个台语营，世界不了台语营。虽然我是个主持当地的，这以前是足见识。哇，这个吼，我到位上教啊，伊拢吼，伊搁足拼事，工作一效率搁足好，所以我是足佩服伊。伊若讲叫我来做啥，我好无问题，我会当到做啥来做安尼。所以我是感觉，咱台语袂晓讲的实在是。真济啦，啊，会晓写稿，会晓读，搁较少，所以我认为长老教会爱有一个使命，爱带头，莫甲咱靠下。我毋是会做长老教会的教育，我嘛有当时甲这个教育做伙，我感觉咱这个教会足紧。啊，甲咱查去做马街当时并无空见尔吼，你去做当时可能咱做，啊，我是足好的朋友啦吼，啊，尤其顶下要做布地吼，因为马街在台湾布地看过，毋知插下手，哦，迄是伊做当处长的时讲，我要做这，我爱偌济钱，我40万，吼，啊，就会当定去互人就开始了，伊40万块，啊，我做2000地，互马街就对啦，啊，你大家咧。做甲配合较好势。啊，我即下你讲要做这个时，讲哇，为了应该来做，哦，啥物教会即摆有啥无做这个，我会当配合来做这个，我爱一下就答应啊。研究所的所长啦吼，啊，顶年我有去是邀请去甲伊讲这个事，偌啊，所以感觉讲这嘛真有意义，尤其我发展这个关于关注人语，台湾关注民族，甲咱 ABC 安尼斗斗的吼，我讲你是啥是？华语的世界，台湾是即个汉字啊，你一定要甲汉字念啊。啊，所以我即摆即个汉字直直点有罗马字的吼，会讲会当安尼创啊。啊，你上地汉字出来，啊，你认真教的长老吼。伊是我几年前有翻译阮迄个蒙人医生翻译出版社出版的吼。啊，迄当时迄个蒙人的医生美国转来台湾，我有邀请伊来台湾，新书发表会时。啊，迄当时因为伊嘛是迄个心理比较精神科医师就对啦，哦，啊，所以有请伊来当白小你甲伊熟悉，啊，了伊就知我种台语文，啊，是东门学院的时阵，请我去教一学期吼，啥物布地语教台湾文吼，所以我袂记啦，有影就说，伊嘛是迄个张信医师，伊是即摆像波士顿迄个，阮咧教会的长老娘啦，吼。啊，伊讲，即个就是退休转去的时间，我足希望会当甲圣经读一遍，我拄好，所以即本拢是上第一稿，拢是伊创的。啊，到尾编迄个要来分段，编排，拢伊创的就对啦。哎呀，大家欢喜个，啊，佫迄个人名地名，迄拢伊创的吼，足麻的哦。我建好了30年前，我伫台湾是哪里？台湾博士开伫这个台语课。啊，所以迄个是真重要，讲起来是咱的教会人敢去推动，拄则恁教授讲，咱人敢即个时阵吼30年前，人毋敢讲下愿落去推动台语圣经甲教会，咱以后的囡仔会找无人，吼，找无朋友，因为伊惯是用华语伫遐咧接触，因用华语的圣经咧台语自然就较会走去华语的教会，啊，所以人感觉讲无要紧，以后无。台湾教会可能无要紧，台语免推动安尼。30年前都是咧等讲伊30年后，哪里开始实现的，所以我青年找无朋友，吼，找无朋友安尼，我是中华人，啊，入选这部书上尾查某孙，然后
第5代基督徒优秀节目师的上尾查某孙是然后即马是双年教会牧师，最后负责的是青年事工，甲历史事工嘛，可以拄伫双年100周年的需要内底比较参与安尼。我是2000年对台湾城医毕业，然后去到美国是继续做修，我的主修是教育历史 （PhD）。然后我伫来双年顶有几年的时间嘛，伫新闻大学的中文系伫遐做专栏的助理教授。我的 boss 就是社区大学的校长。做从事这个台语文的工作，会等于互咱受到咱自细的迄种教导吼，真感谢你这时间。我即目前是伫香港的娱乐案，拢咧做台语文的工作。另外是迄个台。双年教会即摆有迄个国政的讲义所后一组台语文的迄个的小组，搁伫迄个教社委员会，我有关伫即2个小组，伫即2个委员会内底我拢是台语文小组的负责所以伫教会做这个台语文，我着较固执啦人拢讲我真固执，要做就一直做落去，无管你3个5个，做到当来已经正10档10档对3个5个安尼加变2个1个安尼1对1安尼上总是甲即摆阮即摆班伫即档来会经营每礼拜差不多上课拢差不多将近40个拢伫咱40个有可能会搁较济较济其他即个上课毋是敢若教会尔，就是教会以外社区搁有迄个其他的。这个接触白话字是伫50几年前嘛，50几年前我就接触白话字啊，50几年前。你当然我伫增加看谱的时啊，就哪看谱哪念咧滚键 Q B K 哪念咧安尼我伫差不多20几年前伫公司服务的时啊，就对一个国民党的这个董事去无种把迄种提早退伍。退伍了，我就投入去台语的工作。到即摆已经20几年啊，大概可能即摆算我上老了吧，就是台语改嘛。伊第一阵是啥叫啦？就是我第二阵，我这红的人，我这第二阵其实我即摆搁伫从事一寡迄个台语的工作，比如讲教育遐个音节小组啦，或是去教人读台语，写台语互人读。但是就做这个，毋是讲我走去立中的教会读西时教会迄个字音我看无咧，我看无我了就中老爸伊不遮就会较字就捌啦。伊唱歌时我你唱得特别所以我就甲伊甲写这白话字，我足欢喜，足欢喜。用来熟悉所以伊即马是迄个波士顿的迄个教会嘛，迄个教会即马足感动，足侪人参与这个事工所以伊要成立一个全面台语圣经的基金啦所以海外的捐款拢会透过这是海外是足支持的刘光建老师啦伊是迄个领教协会的导游在中中伊在啥物伊是伊的哥哥是张如洪教授邮编一本台语的字典，我是即马是我中大一我就是正常是不是爱鼓掌？讲到落下，这样你说，伊足甘心的我就是我从大师大师底甲创一方了后，爱让人去用嘛。用伊看到毋对时，就是讲我嘛是这青梅竹马作品放出来即个人讲我是迄个公德无量的，就是讲台湾的书典是日本政府1933年总统出来一个台语大书典，伊的台语是用日本的卡啦出的所以这无读过日本人会晓，你读过人嘛无一定会晓咧，伊的音数足少的差有25%，所以如果顺去查这些时，转来结婚了，转来我就介熟悉啦。
顶年去台湾进来是因为即摆考牧师爱考书记官嘛吼，原来是考迄个书记官，所以拢叫我去教因仔学生啊，啊无我就过下去啊，过教伊讲起来先，就是讲，伊这如久啊咧，甲伊讲食咱这，我嘛甲讲这个叫。所以即个邀请伊来参加，讲实在，带伊足感谢台湾出来，伊是要来参与这个时间。伊佫讲因内底的时间要甲咱这个协会合作，所以我就底薪要去甲伊吼，看要安怎来的。他就是来的，所以嘛感觉讲较是命。我记来。先拜大家好，我真喜爱读白话字圣经。我今日看到这恁济先拜人真感动，像我看到杨医师吼，啊，佮为着台湾独立建国安尼遮尔拍拼，看到伊真欢喜，谢谢。真欢喜因长老去成立即个台语圣经协会，吼，我个人吼，我讲实在，我个人吼无信基督教，但是。敢若听着讲为即个台语来奉献，我感觉讲，即咱来甲参与，来甲赞声安尼，吼，啊那伫咧即个当中成立的过程当中吼，我就想甲面诊斗3工安尼，吼，啊伫遮当中若有做无好势部分，咱请各位先拜吼，多多指教，谢谢。足感谢吼，咱即个会期是好啦吼。本来今日讲话啊，就会就讲遮大秘书，啊，佮意思讲好来听个引导，吼，所以即个筹备的工作内底就是老秘书小姐，啊，伊是拢熟悉啦，吼，阮秘书拢大家拢斗阵熟悉吼，啊，所以伊一声就来搭下手咱进来吼，伊是台语组的第一名啦，啊，新闻的网站伊啦，拢搭下手熟悉，你啊，伊拢有做搭下手搭下，今仔伊可能。做老师啦吼，唔知个家庭环境怎样？啊？要考试，要去读书啦。而且书台迄个台语啥物所的，李长安教授的迄个读书班。正式老师的科技啦。正式老师哦，OK，伊较知影。伊这做嘛读册啊，伊当面这读2个硕士咧，台湾硕士啊，甲英国硕士哦，啊，进来咱帮感谢。啊，伊个晚上顶落讲，你著去成立一个协会来大家来做招呼。我找无人啊，几千人，哇！啊，无讲起来，无记得安尼啦。好来，小香牧师，我可能有业学生喎。啊，你先叫是？我台信。哦，你台信哦，无人是的哦。有啦，我是学生啦。啊，无要紧。是。你看伊这吼。较是我做学问的吼，伊就萧美琴，立委的爸爸，伊伫娘做事，阮定定咧斗阵，阮迄个联络退休的时，咱嘛去斗阵吼，是斗比较遐，伊就知我咧创啥嘛吼，伊出去我嘛定定拢去甲装安装还是啥啥，伊要退休的时，讲我做牧师做一世人吼。他们这圣经安怎读无就对啦吼。我会问回圣经吼，伊讲伊退休了要来做台湾人读的圣经。我讲我已经做10啦吼，讲过来，伊歹记无安尼吼。所以即摆希望咱这协会，伊就是讲这个爱有少年去做啦吼。讲理事长上无你爱做一日啦，伊有答应讲要做一日啦吼。因为来23年中间也是咧斗阵吼，伊就。甲指导、甲鼓励啦吼，伊即个出版的话是伊写的吼，内底有写起讲，我你甲讲要做圣经的时阵，就甲骂你也唔牧师，你要做圣经，吼，气啊咧，我甲讲话咧，后尾我就甲讲我安怎做，我来个介绍，我是我甲指导，搁咧落说小小红魔术班指导，我去小小红魔术那赛些超甲高了。4-5点钟啊！我定下去找伊啊！即摆咧个人名地名，上面一寡即个厦门话要哪解说相关的台语，阮拢是咱咧面对面来去整理出来啦吼。所以伊知影了后，我遐厝的老母，我甲遮牧师伫通北顶问问题，拢只要写问题。10月的时阵，即个台湾语文协会有一个迄个
家己来发表，啊，我接不出来，啊，因为才刚到，啊，所以讲今仔袂唱。我是小标题高义伟朋友。在做大多数都是教育嘛吼，啊，我是教育的真好的朋友。啊，圣经的部分我毋捌，我大概较早读册时捌安尼影一下吼，啊，内底圣经内底，互我上大一句话启示，就算讲你赚了全世界，啊，赔了你的性命，有啥物路了？这句话我上记了了，这个是互我真大的受益。啊，我50岁了后才开始学白话字，白话字牵涉我后半生的生活，但是感觉真有品质，啊，真有趣味，啊嘛对社会应该是嘛有真有贡献责任。啊，所以我一直到即阵，我都足支持白话字。啊，不过即摆教育部已经把即个白话字甲即个拖罗马整合了，变做一个大陆。感谢啊，实在吼，我先讲我是啥物教会，即事契日已经进入5代啦吼，啊会来咱三年教会，啊拄则咱阵容兄吼讲，伊第一个带人来信主的就是我，但是迄阵就是安怎呢？12年了，第一个12年前吼，还你做拍球啊，咱来写咧啦，迄是讲一个一竿见中嘛，一竿见中啦。但是我后面特别的今日来吼，的原因为对来咧，就是伊伫大学的时，特别正代正后届的同学啦。第二，我来受洗是原来伊甲我引出来的。第三，我伫才8年前，伊直接成立即个。少年教会台语灵修班开始，我来学习，学到日来是13，读册话吼。安尼我到伊才开始结缘的吼，去对台语带真正有小可接触到，但是无真正真正的目的就是要来学习。啊，以后有机会请大家多多指教，多谢，谢谢。伊退休了后，甲我退休了后要做这个家己。本来咱真方便哦，你我来介绍这个班长，恁就是请来给教会连长了安尼，啊，伊是长老会保会推动委员会委员，啊，伊做台语做足久，以前伫美国加入的时，伊就是伫台语学校咧，所以足久拢伫做台语的时间顶。啊，即嘛嘛是咱总会啦，要做牧师，要通过台语嘛，台语的科技老师嘛。好，咱现在开始来自我介绍。我的爱情的代就是对我的爸爸来，伊对阮囡仔要求是这样头，你讲白话语，就是你来就来到是不白话语的时候，对安尼开始，所以可能是安尼关系，所以对老母就细汉非常的哦，经过甲。足侪牧师的指导，我就受这本圣经的影响后，伊叫做 Common English Bible， 啊，咱叫 Common Taiwanese Bible， 是因一直感觉讲人的语言一直进步，啊，对上帝的话，是个无啊，无电哈，有啊，即摆有哦，无影，你即摆话我听听。Son of Man 吼，咱听安尼翻嘛，因叫做 Human One。一个人就对了，上帝耶稣才是一个人安尼，所以语言你甲你直去接近啦，我还佫出来。即个The Voice佫较新，哦，伊无讲耶稣基督，基督是希腊文讲翻译，伊叫做耶稣阿诺受我流的，哦，即个名词一直去改，啊，咱对时代唔爱对吼，所以是遮诚侪文牧师拢报我看遮啦吼。所以我有加印象，我咱来听过这老师那讲。这种圣经我也是，我刚才看过嘛，我这现在那个时候稳定，关键就是在教会现场，
啊，到了现在是哦，到了现在在有时间就，你哪怕关键家里出去，或者我在报来，有的不了朋友不一样。我大概后来就我地主他到，所以就他怎么那标准的话呢，都差不多。上中性的是这种症状，这种的管理比例，个性管理的东西，教育出版上，你靠那个个性的观念，你也是也搞完你不是下一个，这本不是不会对，那是说教育出版。伊新约一直拢有甲指导啦，有做着新的 idea， 因为伊是迄个联合政经工会退休啦吼，伊讲伊恁遐退休金，所以袂使来做迄个只。我讲而且等来台南嘛吼，我做带一个少年某迄个人生吼。来，咱来看迄个大约8点吼。出来要说，咱提到他们里面的幸福。他的经来了，有些机会。如果这个在来的情况，我们直接把这个单元，把这个抽一多拿到这里，给这个人敷衍，上面的其他人的人物这个我们来讲，这是重要是那个。伊足支持这个时间，因为伊知影讲。我甲伊熟得足久啊，以前就唔係本來甲伊熟在吼，啊伊是講伊體這來較是足濟觸發啲嘅哦，啊咱這物件，所以博士會內底講明，伊寫講有創建就是有異端，有異端叫異象，異象再進步的，對，這是個關鍵。啊，有影咧，咱唔好講異端咯，實際上你只講少年，足濟人嘛講，遐個邪淫是異端啊，說暴民啊。講對，我一定對啦。我是講講你咧，後來我頂年到蔡連醫學師去到拜後，我還去我還去安排哦。每年等下我攏去伊，因為講講真正要去伊袂去煞的。後來這洪秀洪建中牧師，這相對來安兩年哦。因為去年講訓練了依然係這個去的進行，正是。也用是一个人建筑啊，这个方面啊，虽然因为内地出口产生，所以这些地环到从可适应这个保持正常的，再开始正常基础保持有到这个在中的南路这个。面啊，各区都一体，台湾人老师也大家合作，所以这个是咱台湾的教育师的这个前生的新的合作的基础的现今是大的，所以这个新的出来，这个能够解决呢。我来台湾人。咱个是常个，会当上山去下山，要买东西就去做这个啊。现在在我也所以在那边动，我在那边。OK， 我下一个。好，过来看这个小江牧师诶。哦，咱台灣話現在所謂話攏是聽話啊，只有哦。以亞洲靠這個語言來表達這個意思，是講是漢字。傳統講的來面啊，吼，至少5個語言，無共款的言語的這個哦，都是。OK， 哦，講了就是講開始直直動作啊，這就是攏有加指導咧吼。啊，這主要是個周鳳藝牧師，你們知道周鳳藝牧師啊？
哦，伊贵约是足轻的哦。啊，我伫甲伊，我问一个小可问题，伊都甲呼噜噜等下甲回答。啊，我这就问大概拢会整理出来，我伊甲足深入的哦。啊，所以对咱这个希望会当办，啊，希望咱有各种版本，咱会当看。哦，啊，所以真侪人知影讲我伫咱即所创这个时讲啊，感谢上帝，咱台湾毋是干圣经讲出的圣经才会当读，其他圣经嘛也会当参考的。你愈侪种版本你参考，你对上帝你会愈了解。啊，以后咱即个社会的网站的甲希望的网站同款哦，拢会当有这个功能。OK， sorry，不错，OK。哦，咱讲是点字的嘛有啦吼，迄个不错。哦，这点字啊，不错。啊，圣经讲的无台语的啦吼，这个咱知影，伊网站里底无台语圣经的。OK， 好。咱今开始哦，就是讲照政府的规定，咱有几个爱管理管爱记录就对了吼。点咱要来选筹备委员啦吼，筹备委员会，吼，对啊，即马就开始啊，要做要推啊，吼。即摆就是讲，我真希望即马到即马为止一直伫做的遮个，咱就甲延续落啦吼。第一讲是迄个肖像文物所理事长伊就开做啦吼，啊过来就是迄个我即个蔡先生嘛伊就开做啦。老年金休假伊就从了咧记咧，啊即个王新空先生，伊一直伫甲咱帮咱吼，啊，过来用紧张这个来相互的关系，这个哦，啊，你几个啊？哦，你是5个啊？5哦，啊，我咧想哦，因为阮拢伫海外啦吼，我有拜托面结出场咯。大家不一个，大家一个下面主动，有人我来提离职做来，离职内底啊拢教会啦，教会，伊咱是要推动圣经出来，需要教会服侍啊，好啦。啊，青年啦，我感谢，咱好来甲青年再上去啊。哦，安尼好啦哦，7个啊。哦 ，OK， 好来，哦，开始啊，开始说，不是，开始说，咱这两家啦吼，那新扎张太子今仔日，哦，我有这意见讲改几啊改啊，内政部嘛改啊，吼，我咧请大家看者哦，这我无啥话我不改，这本来外面上部落，伊爱有较侪电视写，写这下面甲伊开台湾收久吼，啊，结果都改到倒转来，哦，这个中庭咧，先咱有时间就怎看吼，啊，过来就是讲，就比之间咧联络第4工作做生意，即摆已经有啊嘛，咱有，哈，哦，以前就迄个。或者是其中，互咱地区啊，这老小姐，伊即马嘛是将来教会吴国珍刚是作为替我戒掉去哦，就对了吼。啊，所以讲，伊遮伊嘛有一个办公室，啊，我7号是这个公开的交易厅，啊，所以我拢会来遮介绍大家吼。我大家知影者，啊，大家若讲有要做要。啥物代志要提供意见，要创啥先咯，电话卡者。啊，阮无注意做代志的时间，拢是即个7号遮啦。哦，啊，你要来啉咖啡，拢共阮嘛，拢会知吼。会泡咖啡就啉啦吼。安尼有啥问题过来？会员啊，对会员，智慧会咱我内底有附一个迄个表啦吼。我咧想就是讲，咱即个发起人就是当年的会员。边顿啊，是会费啦吼，哦，啊，歹势你要收啦，所以即是用会员的小钱进来吼，啊，所以那迄个希望大家去招较侪会员吼，啊，爱有心来参与的，因为讲起来，我发现我做这事项了，愈侪人参与的时，迄个会愈水就对啦，哦，像我期待即个。天空呀，即摆讲斗阵来吼，台语大师来个斗，啊，你讲招一寡青年嘞，讲你讲一下老法国的台语，我买青年，咱嘛会使出青年。面是咧，我嘛毋知讲，咱也毋知讲到底迄届来教会会当怎样。所以小朋友，所以讲你拢免惊，我本来我嘛做错甲人，我拢免惊。圣经讲话，我要出来先嘛是。
外面讲堂的啊到咧认同接纳，哦，安尼来啊，一定要有时间啦，你无可能讲一个开始。啊，但是咱即个起 point 咱拄着150张尔吼，会足大，咱电讲用这来骗哦。即摆目前迄个咱只讲着这经纬哦，目前是迄个大英上长老伊是捞出来的钱哦。我之前敢若有小讲着吼，伊已经拢得去支付遮个费用哦。咱这个老民军迄个秘书无其他咧做哦，伊即个月给甲老师共款到400块啦。啊，遮个拢是一直咧考啦吼。啊，煞咧咱就开始来检查。啊，所以即个经费方面，咱若开始讲着爱来有款，哦，阮是设计啊个有款的单啦吼。啊，所以大家也有好意见，恁的经验哦，啊提出来讲讲像啥物终身会员哦，啥物啥物会员，啥物会员是爱哦，啊，小额捐款啊是啥会会当来开始哦。啊，过来就是即摆大家拢足会，阮是上啦吼。啊，即个科技的发达，有一个视讯的会议吼。啊，所以咱我可能会建议用上无注意申请电话，一支电话是咱两家好几点钟搁才开，所有人讲落拢听会着，安尼来开会啦。